雖然終身年金係好，但係我見網上一啲嘅留言咧，其實都係比較係一面倒嘅，甚至係真係去買年金嘅人其實都唔係好多。佢規劃退休收入咧，其實係有啲風險同埋限制嘅。一個銀仔都有兩面，用終身年金規劃退休收入有乜嘢嘅好處咧？其實有5大好處嘅。有一位教授咧，佢寫咗一本書叫做《老有所養》啊。咁佢係叫做摩西米列夫斯基，佢係一位博士，而且咧係獲得退休收入行業協會嘅終身成就獎。佢出版咗好多嘅著作啦，同埋發表60幾篇嘅論文。而佢咧好專注喺資產年金化呢一個嘅主題下面咧做研究嘅。開咗 umbrella 隆重呈現終身退休收入保障。我係匿榮，退休更安心、安定、安穩、安樂。呢個電話。雖然終身年金係好，但係我見網上一啲嘅留言咧，其實都係比較係一面倒嘅，甚至係真係去買年金嘅人其實都唔係好多。咁發生啲咩事咧？其實係源自於對年金呢個產品咧覺得好複雜啦，唔係好理解。咁匿榮嘗試再同大家深入睇一睇，究竟乜嘢係即期嘅終身年金，佢帶俾你有乜嘢嘅限制啦、好處，同埋有邊啲人可以係適合去考慮即期嘅年金作為你退休收入嘅其中一部分。有一位教授咧，佢寫咗一本書叫做《老有所養》啊。咁佢係叫做摩西米列夫斯基，佢係一位博士，而且咧係獲得退休收入行業協會嘅終身成就獎。佢出版咗好多嘅著作啦，同埋發表60幾篇嘅論文。而佢咧好專注喺資產年金化呢一個嘅主題下面咧做研究嘅。喺佢嘅著作入邊咧，佢曾經建議我哋，你應該將你退休收入嘅安全性掌控喺自己手入邊，確保係有某類可預測、唔受長壽風險影響嘅收入咧，即係真實嘅終身年金。摩西米列夫斯基都帶大家回顧，原來退休之後咧，可能面對唔同類型嘅新風險，包括係通貨膨脹、長壽嘅風險、收益率發生次序嘅風險等等。而佢就建議防範呢類新風險嘅最好嘅方式，就係年金化你嘅養老資產。但係有啲學者咧，其實就唔認同嘅。雖然終身年金係好，但係佢規劃退休收入咧，其實係有啲風險同埋限制嘅。咁第一個風險咧就係提早退保嘅風險，因為咧終身年金本身咧係為長線持有而設定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提早退保嘅話咧，其實會蝕好多錢㗎。咁第二個就係通脹嘅風險，如果將來嘅生活費因為通脹而比而家高嘅話咧，本身年金派發嘅金額係好固定嘅，而家嘅5000蚊可能夠你買日用品，但係過咗20-30年之後，物價上漲，個5000蚊嘅購買力都可能咧低過你20-30年之前嘅事啦。第三就係流動性嘅風險啊，因為當你去投入咗年金之後咧，你筆錢咧就會鎖定。咁如果你需要係一啲緊急開支，例如係癌症或者係物業維修幾十萬嘅費用嘅話咧，咁個靈活性就會被限制咗。咁第四就係非保證嘅利益，市面上有啲嘅終身年金，包括係匿榮公司嘅年金啦，其實佢個非保證嘅利益咧會受到多項嘅因素咧會影響嘅。一個銀仔都有兩面，用終身年金規劃退休收入有乜嘢嘅好處咧？其實有5大好處嘅。咁第一就係個安全性，咁終身年金本身咧都屬於係保險嘅一種啦，佢其實都受到香港第41章保險業條例咧去保護嘅。第二就係個終身性，終身年金每個月派發嘅金額咧係同你嘅生命咧等長㗎，你能夠有尊嚴咁樣，你活得幾耐就拎幾耐嘅年金。第三就係穩定性啊，即期終身年金每個月都會好穩定咁樣去出糧入落你銀行戶口。第四喺增值性方面咧，視乎你買嘅係邊一種嘅年金。匿榮所屬公司嘅終身年金咧，因為佢係非保證，所以你有機會享受到更高潛在嘅回報。第五就係靈活性，咁坊間咧有啲嘅終身年金咧，其實係提供一啲叫做鎖定潛在回報嘅選項俾大家。當你真係去到10年、15年、20年之後，你需要一筆錢去緊急應急嘅話咧，你都能夠係透過中期紅利鎖定呢個功能咧，去攞翻一部分嘅錢出嚟緊急應急。匿榮最想幫助大家係認識
即期嘅終身年金其實係一個好有效嘅現金流管理嘅工具，佢能夠係提供同你生命等長嘅穩定現金流，幫助你終身咧都有一個嘅退休收入，令到你自己更加安心、安穩、安定、安樂。講咗咁耐，我係邊個呢？其實我係匿榮啊，匿榮屬於 EXA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而我主力咧係3方面幫大家，其中一方面係退休收入，終身有保障。匿榮嘅願景係創造一個有愛、喜悅共贏嘅世界。我嘅使命係幫助你保富、創富、存富、積財、聚財、施財。如果你需要匿榮幫手嘅話咧，歡迎你 WhatsApp 匿榮93283367 93283367。自我增值由栽培自己開始。如果你發現匿榮嘅影片真係幫助到你嘅話咧，訂閱匿榮嘅頻道，撳埋鐘仔，匿榮日後有新嘅影片咧，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每一條影片咧都係匿榮真人咧去錄製同埋係製造㗎，用咗好多心機同埋係時間，絕對唔係 AI 咧同你去傾緊偈或者講緊嘢。如果你覺得呢段嘅影片真係幫到你或者幫到身邊嘅朋友嘅話咧，我都鼓勵你將呢份喜悅同埋祝福咧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